前2日度，台东有民众伫台东大学伫本校区附近的果子园看到一只流浪狗的头，互塑胶桶仔套掉的。早起台东县动物防疫所嘛派人去处理，也毋过哦，这只狗仔是一直走红了，是真恶处理。来，狗狗来。 这只黑色的流浪狗头去互塑胶桶套掉的，有人挖见就走。社团发现浪爱友助协会看到网络提供的信息，特别为汤圆赶去台东摕麻醉吹剑，想要抢救这只汤仔狗，要么一看到人随就走，而且狗园的范围真大，救援真困难。 民众2日前就发现这只汤仔狗出现伫台东大学日本校区后壁公园，因为公园的4khu位环境有真侪农用的塑胶空桶，也有主管回收场，初步怀疑可能是这只流浪狗想要找食，将头伸入去塑胶桶，无细力就套掉的。这个塑胶桶里面可能有食物，它为了要吃里面的食物，它塞进去，结果一塞就套住，出不来了。 台东县动物防疫所早起派出兽医甲测验工作人员到现场协助抢救，也毋过到目前为止也未发现这只流浪狗。动防所表示，一旦查出是认为口毒狗的行为，会依上法办。有相关证据，然后都被我们查获的话，最高可以罚到2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并可20万到200万的罚金。这样。 动防所提醒，已经有不少野生动物甲流浪动物，互民众乱弹的废弃物套掉身体。 呼吁民众处理塑胶废容器，上好是对河边回收，唔通乱弹。公视新闻采访报道。